医学大门高血压2，若是碰到血压悬，要安怎？大先爱碰较侪摆血压，早暗拢碰2摆，中午冷1分钟，连续碰1礼拜，2手拢碰，记录较悬的血压。要碰血压前，爱先安静休困10分钟，无啉酒，无食薰，特别爱注意保持手鼓、血压计甲心脏3项放平悬。甲记录摕互医生看，正常血压是119/79以下，若是120到140、80到89，就是有悬。超过140/90，就是高血压。若真正带着高血压，要安怎？台湾心脏医学会的建议是调整生活方式6项，或者 SABCDE。若血压阁无降，就需要食药啊。Salt 盐分，盐食伤济，血压会称悬，大家拢知。台湾人食大咸，自古早就安尼，食饭配咸大，咸鱼饮鸡，菜脯饮生啊。到呾随便有较减少，要是伤咸。咱大只食的盐，对2002年1日15克，减少到2011年13克，算有淡薄仔进步。但是卫生署的建议是6克，美国心脏科医学会的意见是3.8克。即马盐的来路阁加真侪项，特别是加工食品甲餐厅料理，大部分的脆食物甲罐头食品，像马铃薯饼、托马豆汁等甲火锅料、番麦鸡等等拢伤咸。所摆若无真注意，确实真恶避免。Alcohol 酒精，酒精的确会互血压称悬，确实机制也无完全清楚。过来，酒精有热量，1克有7卡路里，会增加体重，对血压控制无利益。酒精阁会伤害神经系统甲心脏经脉，马蒂斯尼癌，也是造成意外事故、中风，互糖尿病患者熬发生低血糖。酒若定着要啉，1日的分量，女性毋通超过1当量，男性毋通超过2当量。1当量是14克的纯酒精，大约就是米露1罐，5趴酒精360cc 的量。红酒150cc，也是高酒45cc，亲像 whisky。Body weight 重量控制。眼时前主流算法是生殖指数 BMI， 正常生殖指数是18.5到23.9，超过27算大颗。可比讲身悬165公分，体重75公斤 ，BMI 算起来是27.57，安尼算大颗。有一款人腹肚特别大肥，若是查甫人腰围超过90公分，查某人超过80公分，这真恐怖。心血管病发作机会特别大。有时人均算笑讲碰到底命，的确是有淡薄仔道理。体重愈重，高血压机会愈大。囡仔时若是体重伤重、伤大颗，大汉了带着高血压的机会就增加8倍。上好是控制生殖指数伫24以内。Cessation of smoking 戒烟。食薰对咱人身体通讲是百面酸糖，无半点利益，伤害心脏甲脑部，造成气病、慢性气病、肺癌、喉癌、喙腔癌、腰切癌。
嘛会踢着血路，对有心的负责人、腹肚内的囡仔的伤害是足大。结论是，千万毋通食薰。要安怎解薰？真简单。美国作家 Mark Twain 讲：解薰简单啊，我解过千外摆。第一，食食。地中海饮食是真赞的选择，就是菜色、果子、五谷类、坚果、豆仔类、橄榄油、甲油鱼类，像讲三文鱼、葱仔、花卉，嘛好做花莲、瘦肉等。肉类毋通食伤济，若要着拣较无带血的白肉，血洗洗的红肉甲加工肉尽量莫食。减食甜料甲糖分，会当啉适量的红酒。生活爱正常，困眠着有够。五谷类就是番麦、米饭、麦仔类；坚果就是定定会当转油，嘛会当做食品的豆类，亲像土豆、椰子果、黄豆、敏豆、荷兰豆、杏仁甲乌桃。尽量减食有真侪胆固醇的食品，像猪油、肉类、鱼虾卵。Exercise 规律运动，上理想是卫生署提倡的3-3-3，一天运动30分钟，一礼拜运动3摆，逐摆拢互心脏跳到1分钟130下。原则是配合家己身体健康状况来做。行路、走行、踏车、游水、跳绳等拢有效。嘛会当考虑做yoga、拍太极拳、静坐。上无嘛毋通连续2点钟，坐伫椅仔看电视，也是耍电动，拢无振动。需要药物治疗的患者，普通人的血压控制伫80-90就会使得。但是下面的患者需要配合药物治疗，较严格控制，理想是130-80。糖尿病、慢性腰子病、冠心症甲有中风过的人，药物治疗定定爱互医生看，这毋免加讲。希望大家拢会晓控制血压，安尼人生才会是彩色的。